大家好，今日好高興同大家介紹嗇色園新出版嘅一本圖書，佢嘅書名叫做《孩子人生的啟悟：孔聖先師論語故事篇》。喺2024年，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李耀輝二國道長受到先師嘅啟悟，率先推出咗《孩子人生的啟悟：黃大仙師十訓故事篇》呢一本圖書。嗰本書係以黃大仙師嘅寶訓十訓為主題，係出版咗一套適合我哋親子閱讀嘅圖書，期望利用一啲深入淺出嘅方法，向孩子灌輸一啲正確嘅價值觀嘅。喺今年《孩子人生的啟悟》推出全新嘅第2冊《孔聖先師論語故事篇》，全書用儒家嘅經典《論語》其中7篇嘅部分內容，圍繞住修己達人、擇善固執、立身處世同埋為學之道4大嘅主題，編成20篇一古一今嘅篇章。書中更加收錄孔子、蘇武、李時珍等歷史人物嘅事蹟，同時有貼近兒童生活現代嘅情節，等讀者可以從古今對照中領略《論語》嘅思想精髓嘅。除此之外，每篇亦都有與孩子聊聊天嘅小欄目，令到家長同子女可以分享閱讀嘅心得，從而延伸更加多嘅親子話題，啟發孩子思考品德嘅修養、學習態度、人際相處同埋處世之道嘅。喺電子產品日益普及嘅今日，我哋希望透過親子共讀，鼓勵家長放下手機，以陪伴同埋身教培育下一代，一齊走進經典，感受中華文化嘅深厚底蘊。誠邀大家翻開《孩子人生的啟悟：孔聖先師論語故事篇》，同孩子一起探索經典，領悟道理，共同成長。